罗西亚首都莫斯科受到无人机攻击，罗西亚称讲是乌克兰前方行无路发动的攻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风台卡落的暴风圈是当日逼挖咱台湾，气象局暗头5点半是已经发陆上警报，预计这新北、基隆啊、宜兰影响的上介大，明仔载后日风雨会上强，也若是中南部嘛有雨势。另外，因为今日是大流，所以讲沿海地区都要注意海水倒灌。真侪船仔当跃入来正边渔港，用锁固定，都加转一个工具，去风台扇一个海去。因为多数侪风台才打走，卡落风台阁煞咧到位，是风唔敢大意。分配到这个一条缆绳不够啊，多拉几条这样。倒来港了后，渔民是无用气气，和风的浪旁赶紧撤网啊，希望风台赶紧离开，会当顺利出海掠鱼啊，维持生活。啊，我即摆就。这网也准备好，出去买才就10天2天，10天20天后有透抽，啊，所以讲伊就是爱加做一准备。中度风台卡落挖近台湾，透早宜兰头城外海影就已经真大，海巡人员赶紧去海基啊巡逻，可能出用的业者撤离。现在伫东部的海面，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南苏绿岛的风影愈来愈大，往回离岛的客船为初二下晡到初四停驶。早起业者已经开出往回绿岛5帮船，甲南苏的1帮船，要为2个离岛甲1000外游客再倒转来，嘛致使部分的游客提早结束行程。要提前回来啊？有啊。提前多久？3天嘛。台北市环保局下晡嘛加强清理水沟啊，要来做防灾准备。根据气象局的观测，卡落风台的中心目前伫台北、南北东边的海面，向西北西行刷，暴风圈当豆豆挖进台湾北部近海。对新北、基隆、甲宜兰会造成威胁。气象局预测，初3、初4这2天是风台离台湾上晚影响上大的时间。伫下晡5点半时阵，已经发布海上甲陆上的风台警报。明天呢，随着台风更加的接近，并且会逐渐的速度减慢，停留在台湾的东北部的这一带。也因此呢，在北台湾这边的降雨变得相当的明显，而在中南部，随着台风在南侧这个低压的西南风逐渐的增强，我们到了晚间开始，中南部这边的雨势也会变得相当的明显。因为这个风台来的时阵，拄好拄到大流。行政院长陈建仁下晡伫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甲北北基、甲宜兰的管区首长视讯会议的时阵嘛，采示，较会淹水的所在，都要先部署抽水的设备。这一段期间刚好碰到天文大潮，那南部呢已经有一些地方虽然没有下雨，就已经有积水的现象吼，所以经济部务必要在这个易淹水的地区呢预先部署好这个抽水的机具，还有抢修的人员。另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林佑昌，嘛请地方政府针对山区、甲海边啊划设警戒区，而且加强落实岸边宽道驱离。嘛暂停开放入山的申请，因为台北市水门为下晡4点开始，敢来当出去袂当入去，暗时8点会将部分外口的车拢拖走。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3件新闻。最近真情的电影《芭比》甲《奥本海默》两出同齐宣传，不过网络一寡合成的宣传图是用原子弹爆炸滚雪球，引起日本网友抗议。这阵美国的华纳电影公司公开回释咧。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德国这几年是挖靠中国的市场甲罗西亚的能源，所以讲这阵经济受到冲击，是今年7大工业国当中唯一经济惊倒退国家。专家就预测讲，这德国恐惊是变做欧洲病夫。英国《Times》报道，非洲年日发生政变了后，这阵因的军方是指控过去甲因失眠的法国少想发动军事攻击，插手政变。为着法国侨胞的安全，法国是已经派飞机去接侨胞。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伊朗有一寡城市呛到51度，所以讲伊朗的政府为着避免民众着沙热死，是宣布全国休假2天。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根据非营利组织的研究，自从马斯克收购 Twitter 了后，平台受分的言论是大大增加。受指控的 Twitter 嘛，就是改名了后，这阵的 X 平台是放掉要告研究团队。罗西亚首都莫斯科这几天是一直受到无人机攻击，罗西亚当然指控讲是乌克兰做的。
而且因阁共加讲，这是乌克兰绝望行无路才有这款行为。另外，乌克兰的盟友波兰，这阵是指控白罗斯的军用直升机入侵因的领空。波兰是已经派部队去东部的边境，因两个局势愈来愈紧张。伫这关楼的几下面玻璃窗仔门拢吹起，窗仔门的孔嘛规个变形。罗西亚的首都莫斯科，侧翼阁互无人机来攻击。罗西亚的国防部讲，伫郊区甲2台无人机拍落来，另一台是因为干扰失控，启动着2公前才拄防攻击的同一栋大楼，但是无人伤亡。伫莫斯科金融区这真悬的大楼，礼拜互无人机攻击的时阵引起爆炸，互看到的民众一条青惊一直喊，无想到才紧过来一摆。陆军讲这是乌克兰对因无成功的恐怖攻击，克里姆林宫讲这只是乌克兰绝望的行为。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угроза существует, она очевидна, и меры принимаются. 乌克兰并无承认攻击，但是总统泽伦斯基进前是放话讲，战场会转来到罗西亚的领土，这和莫斯科的居民是真烦恼。В та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может прилететь куда угодно, поэтом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на 100%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себя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ложно. А вообще все это, конечно, отвратительная вещь. Конечно, чувствуем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о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война – это плохо. Война никогда не была хорошо. 气氛真紧张的，阁有波兰和白罗西亚。波兰政府顶礼拜讲，白罗境内外国用兵行动是真奇怪，更加会对波兰是造成真大的威胁。Teraz sytuacja staje się jeszcze groźniejsza. Otóż mamy informację, że ponad 100 najemników grupy Wagnera przesunęło się w kierunku przesmyku suwalskiego niedaleko Grodna na Białorusi. 波兰当局拜日佫一摆指控白罗2台军用直升机是侵犯波兰的领空，但是因为低空飞行，雷达是无法度侦测。华沙当局已经通知北约紧急加强东部边境的军力，包括出动战斗直升机。白罗是靠说波兰的讲法，就敢若是老阿嬷家己想出来的鬼仔鼓，根本就是想要征兵才编出来的。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美国的前总统 Trump 是又过去互起诉啊，是这4个月以来第3件。原因是 Trump 涉嫌推翻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这是牵涉到欺骗国家、影响政府法定程序等等4项罪名。美国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在伫华府司法部开记者会，针对前总统川普涉嫌推翻2020总统大选结果的不法事件，起诉4项罪行，包含赌博诈欺美国、赌博甲妨害政府法定程序、甲剥夺公民选举权利。起诉川普的诉状有45页，当时讲到6个无姓名共谋者，包含律师、司法部官员甲幕僚。The attack on our nation's capital on January 6th, 2021. Was an unprecedented assault on the seat of American democracy. As described in the indictment, it was fueled by lies. Lies by the defendant targeted at obstructing a bedrock function of the U.S. government, the nation's process of collecting, counting, and certifying the results of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起诉书指出，2020年总统大选了后，川普继续讲选举结果互人为操作，涉嫌组织国会甲选举人团认证选举结果，各煽动支持者攻占国会大楼。这是特别检察官第一摆起诉川普的不法行为。美国司法部长阁讲，这是司法史上上大规模的调查。外国媒体分析，审理这案件的女法官楚坎已经办过真济国会暴动的案件，对川普的态势真不利。She is known for being very tough on those defendants and for believing that January 6th was a disgraceful day in American democracy. And so that is not the most favorable judge in the courthouse that Trump could have drawn. 这是川普今年第3摆遭到刑事起诉。3月封口费案，和纽约检察官起诉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刑事罪。6月因为涉嫌藏机密文件，和特别检察官起诉37项罪名，创下美国前总统涉及刑事官司的新纪录。虽然官司定审，川普依然继续进行2020总统竞选的行程。承办的特别检察官指出，会加速起诉程序，早日调查清楚川普涉及的不法行为。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哥伦比亚总统佩佐的后生是涉嫌收毒贩管的竞选基金，佮洗钱，生活真费累，去互警方抓起来。因爸仔囝2个人拢好情犯案，总统本人嘛强调讲，袂插手司法调查。
哥伦比亚总统佩佐的后生尼可拉斯甲情某，顶个月底因为涉嫌洗钱甲非法好业，互检方抓起来，以3日的起诉听证会互临缓刑。Señor juez, no acepto los cargos. Era Colombia que hemos decidido iniciar un proceso de colaboración donde me referiré a nuevos hechos y situaciones que ayudarán a la justicia. 尼可拉斯佩佐互检方调查，是因为情某瓦斯奎兹3月对新闻杂志所讲的，讲尼可拉斯安排一个封定罪毒贩提供15万块美金，正做佩佐2020年总统选举的竞选捐款，让过前翁加这钱，摕来家己用，了后甲钱用伫个买好体，也有好车乱用去。而佩佐定名对这笔捐款并唔知影。检察官是讲，尼可拉斯2020年必须要趁到家己民意代表工作10倍，照法度记录迄款豪车的生活，也甲财产登记伫个亲情名下疑点真多。第总统佩佐是后任收受毒贩的资金，也已经表示希望这事件互后生不用评价，似乎家己所犯的毋对，也表示未甘有检察总长的调查。也毋过这事件已经引发政坛真大风波。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手机啊、电动车的电池爱用到的锂矿是伫咧南美洲上界多。不过阿根廷这暂时有原住民跳出来抗议，讲这提炼锂矿是甲因的水源拢总用了，压迫到因生存的权益。加上省政府最近有一条修法，改变原住民土地所有权的规定，所以讲示威着愈加愈快。就称的对乌医生内的原住民代表，除了摕标语、画口号，嘛以各部落祈福的仪式来表达因对省政府修改省级宪法的不满。实施联邦制的阿根廷，除了联邦宪法，各省拢有家己的宪法。即摆引起争议的是伫咧西北和智利、玻利维亚交界的乌医生的修宪案。6月通过的修正案条文，除了规定真正抗议活动袂当阻断街仔路的交通，嘛改变土地所有权的相关规定。因为阿根廷和隔壁的玻利维亚、智利三国交界的锂矿量是占全球一半以上，红叫做是锂矿铁三角。伫电动车即马当咧穿的时阵，锂矿对各国来讲都是金鸡母。不过，伫个当地原住民的眼内，即摆修宪毋那是去限制因抗争的权利，嘛因为去分用水权和土地权，互原住民感觉因的物件拢互抢去。La provincia de Jujuy quiere regular todo el agua de Jujuy, ya sea el agua natural, en las aguas vírgenes que salen en los manantiales. ¿Por qué? Porque obviamente las multinacionales consumen mucha cantidad de agua. Para sacar 1 kilogramo de litio se consume 20.000 litros de agua. 游行的队伍是来到联邦最高法院头前，因要求最高法院要改变省政府和议会通过的省宪法修正案，把土地和水权还给原住民。公视新闻徐家人编译。来看一件社会案件，澳洲的警方昨是查到一件真离谱苦毒囡仔事件。这个嫌犯竟然是一个顾囡仔保育员，伊涉嫌性侵苦毒91个囡仔，牵涉到1600多条的罪名。上当时会当甲关几世人。在澳洲发生着杀囡仔的案件，这个心肝真凶的嫌犯，竟然是一个真正做邮报工课查甫人。An investigation that has led to a former childcare worker being charged with 1,623 child abuse offences against 91 children, including 136 counts of rape and 110 counts of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a child under 10. 澳洲警方指出，因追查网络儿童色情影片，在去年8月掠到这个45岁查甫人，后来佫伫伊住的所在，找到真侪伊家己制作、甲拍摄儿童的图像。All the children allegedly offended against were pre-pubescent girls. We allege the 45-year-old man from the Gold Coast recorded all his alleged offending on his phone and cameras. 警方表示，这个嫌犯利用伊的职务，在2007年至2022年至15年期间，在布里斯本、甲雪梨，还有海外12间托儿所，甲查某囡仔性侵，甚至佫甲翕相关的影片。警方已经确认其中87个澳洲的受害者的身份，而且通知家长。另外4个海外受害儿童的身份，要甲国际警方合作，才当进一步确认。这个嫌犯会伫8月2日出庭，罪名若是成立，可能会防判终身监禁。公视新闻张慧斌编译。现代人毋若惊洗少，嘛愈来愈换洗。
根据内政部的资料，咱台湾的女性生第一胎年岁是31.43岁，而且还阁一年的延后。所以讲，有真侪女性为着保留品质较好的卵子，就先把卵子冷冻起来。根据台大病院研究，这3年35岁到39岁冷冻卵子的女性是增加86%。不过，根据咱台湾目前的法律规定，敢若未生的夫妻会当做人工怀胎。这就代表讲，未婚的女性，就算有把卵子冷冻起来，嘛袂当摕出来使用。所以讲，这使用率是敢若8.4%，甲国外差真侪。斟酌看排卵针内面的量，坐伫个碰椅，动作真细致，甲针插入去腹肚。伊是咧做品牌行销经理的当小姐，当咧做冷冻卵的精制作业，含伊共款还未结婚就选成冷冻卵的台湾女性，人数伫最近几冬是加较真明显。台大病院一项研究指出讲，过去3冬35到39岁冷冻卵的女性，人数是增加86%。女性们大多蛮独立的，就不见得说，真的一定要赶快找一个老公，然后找一个就是人要依靠啊，或者是什么的。就其实我们还是会想要有自己的事业啊，我还可以有多一个未来的选项。台湾去年的总生育率干那0.89，是创历史新低，无到全球平均2.1的一半，干那比韩国和香港好一点嘛尔。虽然冷冻卵会当互女性先留一条后路，变做是愈来愈侪人的选择，但是医疗机构嘛发现讲，台湾目前大约干那8%的女性有去用先留的卵子。这个比例和美国的38%比是差真侪。目前伫台湾冷冻卵的疗程，包括提卵、医疗费和看诊费，大约是需要台票8万2到12万3。这个无包括当年卵子放伫遐的费用5000到1万，毋是逐个人拢有法度负担的。目前伫汤市和生殖市有部分的费用有补助。另外，目前伫台湾，敢若和已经结婚、无共性别的翁仔某会当做人工生殖，独身的和同志的翁仔某拢互排除在外。未来敢有可能放宽限制，为好曝光？因为修法是牵涉真侪面向，主要斟酌做综合评估。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英国这位已经90岁阿嬷，兴趣是练击剑。咱个看伊的动作是有够美丽，袂输少年啊。弗利森阿嬷是退休了后才开始练击剑的。伊讲人生70拄开始，伊就是上好的。手套戴好，头套护具拢套好，桌边即个骹手真沙粒，击剑的选手其实是一个已经90岁阿嬷。If I can do it, anybody can do it. I'm a living example. There is life after 70, 80, or even 90. 住伫英格兰东北部城镇的即个阿嬷讲，伊67岁才开始学击剑，到即阵也是感觉有甲真欢喜。连真少岁青少年拢把是伊的手下败将。即个10岁的挑战者甲阿嬷计较了后，一直讲阿嬷实在是真厉害。From that session, I've learned a lot. She's gone to the Olympics. She's 90 years old, and I wondered if I could do that. So I want to try and be like her. 阿嬷毋若家己一直练剑术，就正担任镇上的击剑俱乐部的主席，鼓励大家活到老，振动到老。It's a hobby that's taken over my life. I can say no more than that. I just love it. 阿嬷真爱击剑，活甲健康佮快乐，伊也希望大家拢会找到相伴一生的运动项目。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澳洲的大宝塔险些去互联合国列入濒临危机的世界遗产。虽然讲这回是闪过啊，不过联合国也是警告讲，这大宝塔因为海洋暖化甲污染，正咧面临严重的威胁。这几年来受污染甲气候变迁的影响，海水变暖化、河川河白化。工业农业甲都市的水，有更较侪污染物进入船河海域，抑个海化开发甲过度掠鱼，拢威胁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中的澳洲大宝塔。啊，毋过初次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决议当中，伊幸运倒过列入评级名单当中部分科学家感觉真惊奇。It has not been listed as endangered as of yet. It's been delayed. The important, urgent conversation is regarding the severe threat that the Great Barrier Reef faces from accelerating climate change, and that this number one threat will remain if we don't double down on our efforts to reduce emissions this decade.
联合国专家小组注意也肯定澳洲政府为保育大宝岛做出的承诺甲行动。随上伫去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政会宣布被罚严重伊个地质并归名单。The draft decision cites, to quote the decision, significant progress being made on climate change, water quality and sustainable fishing, all putting the reef on a stronger and more sustainable path. 这决定亲像留下查看，因为委员会议员警告，澳洲大宝岛生态系统也是伫污染甲海洋暖化严重威胁当中。大宝岛长2300公里，面积将近3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上大的珊瑚岛生态系统。过去这20年，澳洲政府一直游说，希望这个河为澳洲经济贡献差不多60亿澳币，相当台币1255亿。支持大半4千个工作的珊瑚岛唔通直接并归名单，因为若失去世界文化遗产地位，就可能互游客对伊兴趣降低。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